大家好啊，我係黑粉。今日呢一集呢都係黑勤知識站嚟嘅，不過呢就因為有啲嘢俾大家睇啦，咁所以呢預備一個闊啲嘅畫面，希望大家可以睇得舒服啲。唔知道大家睇完上次嘅舊生會歌詞評論之後呢，有冇覺得奇怪啊？我其實一直都對舊生會呢一隻歌呢係有個疑問喺度，而呢一個疑問都埋藏咗好耐。今日呢就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個問題如果可以的話，我都想係呢李克勤先生或者係有份作舊生會呢隻歌嘅人呢作出一個回應嘅。亦都歡迎大家幫我解答我呢個嘅問題。我嘅問題就喺舊生會填詞人嘅呢一個部分。依家大家可以睇到填詞人嗰一欄呢係有3個人喺度，係咪？我依家就換一個舊生會嘅 MV 版本嘅填詞人部分俾大家睇下。雖然係有些少懵，但係都可以見到呢，就係填詞人嗰欄呢係只有雷文、大雄，並冇李克勤個名喺度嘅。大家可能會諗就係黑粉可能係你抄錯啫。OK， 明白嘅。都明白大家有呢方面嘅懷疑喺度，而家就俾大家睇埋李克勤喺演唱會上邊嘅一個版本。大家可以見到，明明係同一首歌，但係偏偏呢就係冇咗大雄呢個名喺度，淨係得返李克勤同雷文嘅呢個名。究竟點解同一首歌填詞人嗰欄係會有2個唔同嘅版本嘅呢？如果睇緊片嘅你係知道點解嘅，歡迎留個言話俾我知啊。至於做舊生會評論嘅時候，其實我都有諗過，就係話用返最原始嘅版本嘅基本資料咪得咯。但係我又喺李克勤2017年嘅時候做校園 live 熱身點唱嘅時候聽到。你知唔知頭先舊生會嘅歌呢？我從來都未唱過，我淨係唔記得咗有呢個歌，仲要唔記得咗呢個歌呢，本來有一半歌詞係我寫嘅。就係因為呢句說話令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份嘅，就唔應該令任何一個填詞人無緣無故地消失，所以就決定每一個都寫落去。唔知大家聽歌嘅時候會唔會發現啲奇怪嘢呢？有嘅話不妨分享一下。好啦，呢條片去到呢度呢就差唔多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如果真係中意我嘅片嘅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訂閱同埋俾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啲朋友睇下。特別係中意李克勤嘅朋友呢，你就要更加 share 俾佢睇下啦。話俾佢知 YouTube 有個人呢叫黑粉，係專講李克勤嘅嘢嘅。記得要盡量播晒黑粉嘅片，咁先可以幫助黑粉嘅片進一步去推送俾更加多嘅朋友睇，同時間亦都可以幫助頻道嘅增長。撳埋個鐘仔，咁先可以接收到黑粉嘅最新影片通知。